台大婦產科進行的醫生鄭文峰涉嫌甲人摕藥啊性侵，台北地方法院在今仔日甲伊判刑6年9個月。衛福部長邱統龍表示，講一審已經宣判會廢止鄭文峰醫師的證書，未等到專案確定。因為衛福部也有設醫事人員性別事件資訊專區，只要經過法院判決確定的醫事人員，就會公告在網絡頂頭，民眾隨時會當查。正在台北縣婦產科醫師鄭文峰因為涉嫌用藥啊性侵案遭到起訴，審理期間過棄保逃走。2005年10月為加拿大押解登台灣，到即馬台北地院審理了後，10支照加重強制性交罪等3罪判有期徒刑6年9個月，專案應上訴。呼籲衛福部應該要盡速來制定暫時性的處分，並落實懲戒以及違規記錄全面公開。那不要讓權力不對等成為狼醫的保護傘。鄭文峰被指2003至2004年之間，分別對藥廠女業務、嘉西金融界女業務用藥威脅、性侵、檢方在2004年所在的客機，依照加重強制威脅等罪嫌起訴。不過法院審理期間，伊到去加拿大7個月，後來才被押解登台灣，裁定羈押到即馬。台北市衛生局表示，伊因為違反醫師法，今年1月，醫師聽解委員會已經決議廢止鄭文峰的職業執照。就是廢止職業執照1年，然後加修性平及倫理的學分，良性及倫理學分共30學分。台大本院回應表示，尊重司法判決，伊該回時指出，醫師機構明知司法了後，攏切割處理，愛加強事前預防機制，佮提供性侵受害者申訴管道。衛福部長邱統龍強調，一審已經宣判，會廢止鄭文峰的醫師證書，未等個專案定案。衛福部協護醫事人員性別事件資訊專區，若經過法院判決確定醫事人員，就會公告在網絡，互民眾查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